手机，请恁将手机关做震动，还是关，多谢。
这上主所听的日子，就愿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个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一个，你着听出边亲像家己，了解是转的弯，甲先知的中文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情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真济。三个来交托启文，启文第24篇，也就是诗篇100篇，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吟。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令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同心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伫阮生命中赏赐恩典，你美善甲祝福总是甲阮同在。就算伫困难的时阵，阮犹原会当看见头前的光芒。逐摆受到你的良善，阮的心内就充满感谢。求主互阮的眼光注视看你，用你的平安充满阮。你配伫万民永远的乐乐，主啊，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阵，请出阮的力量。你慈爱的话语甲出人意外的平安，支持阮每一天的生活，互阮会当伫困境中继续行落去，互阮信心甲耐心，听候你永远成就的迄一天。互阮伫每一件事拢选择信靠你，得时不得时拢学了你。主啊，求你互阮一个感恩的心，特别伫阮无愿意的情形下面，犹原选择顺服甲感谢，互阮的生命成做你意爱的款式，将家己的需要放伫你的旨意后面，相信你会供应阮的需要。你是公义、信实、永袂改变的上帝，
互阮的嘴发出对你的学乐，互阮的目睭敢若看见你的荣耀，互阮的心思意念灭灭，无一件事毋是出自你的想事。愿因光拢归伫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班领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带领咱来敬拜。去耶路撒冷的路中，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伊入去一个庄城的时，拄着10个麻风的病人，因徛伫远远的所在，大声喊：“耶稣老师啊，林明远！”耶稣一个看到，就甲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学了上帝，拍伫耶稣的骹前，甲伊感谢。即个是撒玛利亚人。耶稣问讲：“
也毋是有10个人得到医好，要迄9个伫倒位？即个外族的人以外，也无人转来感谢上帝。耶稣就甲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这19节就是咱的本周金句，咱做伙来崇拜。耶稣就甲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路加福音17章19节，搁一摆。耶稣就甲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路加福音17章19节。讲到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新学院有差派启牧师来讲道请安甲报告。牧师要向咱宣讲的信息是：感谢恩典，全人献上。来到兄弟，大家平安。我真感谢咱的教会以及咱的长职牧师团队，会当接入我来到咱教会，代表新学院来大家说多谢，感谢咱过去对新学院的关心。我邱启荣嘛是半个台南人，我的太太是台南人，因为我甲阮太太结婚了后，就住伫台南。所以大约伫差不多12年前，我才和阮太太搬去台北，即马伫新学院咧服务。我所教的科目是新约圣经，所以真感谢，搁一摆，向大家说多谢，会当互我伫遮来讲淡薄，分享淡薄上帝的话。所以讲道大声，咱3工阿头来祈祷。至诚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今早起，不调阮对世界来到教会的组织，诚做圣殿，遮来荣光你的名，伫遮要来听探主你所要甲阮讲的话。主，阮感谢你，愿你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开帖你家己的话。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礼拜是美国人的感恩节，因连续放假至少4、5天吼，那好好大概一礼拜。对咧台湾文化，也是讲咱的民俗，有感恩节甲无感恩节，敢若是无啥差别啦吼。因为咱台湾无因个西方，也是讲美国的迄个历史背景，因拢会行即个花街吼。我有机会去美国时，我嘛阮太太嘛捌行一只花街吼。所以这是甲咱小可无相像的所在吼。所以咱的感受会甲美国人无啥共款。若讲要有，大概就是百货公司啦吼，也是讲礼品店，因咧做生意以外。所以大约拢是经济上的。那咱教会的感恩节气氛嘛无讲足明显，其实大部分伫即个社会拢是为着促进经济。咱知影美国人因的感恩节也对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改做第4个礼拜四。若准11月有第5个礼拜四。安尼，即个第5个礼拜就诚做是加出来的感恩节期，生理人就会当加做1礼拜的生理，甚至搁煞到圣诞节。毋知咱会记得无大概30年前吼，有一个真出名的电视节目，叫做《阿信》。节目的落尾拢会唱一条歌。叫做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街头巷尾，大家拢在唱安尼。毋知是毋是即个原因，大家开始流行在讲感恩即句话。伫咱南部一寡
本土的台语广播电台主持人吼，就讲感恩哦，感恩哦。若有人报即个交通的即个消息，就嘛继续讲感恩哦。也有袂少宗教，因也会甲即个感恩挂伫喙边。真久以前咱捌听过吼，讲感恩师父。所以基督徒其实咱听到感恩，其实拢会甲即句话转到咱家己的信仰，因为咱知咱感恩的源头是上帝。今日咱所读的《路加福音》17章11到17节这段经文吼，咱来看一个撒玛利亚人怎样来感恩吼。所以这段经文常常也互人当作感恩礼拜的经文，提醒咱大家，咱基督徒爱感恩。会晓感恩是真好的一个德行。基督徒的性命，袂晓感恩甲凡事感恩是差真多。感恩毋是伫联络感情，也是讲伫害咱行人人情吼，也不只是圣经时代迄个社会有迄款的感恩的文化那尔。咱所讲对上帝感恩，甲伫即个社会文化中的感恩，当然是无共款。那呢，咱是要安怎来分别？为着上帝恩典献上感恩，甲一般人所讲的感恩说社有啥物无相像呢？其中的差别是伫倒位？所以咱就来看今仔日的路加福音。拄则咱所读这段故事开始伫11节，路加讲耶稣甲门徒正伫咧前往耶路撒冷去。即句话吼，往耶路撒冷去已经是第3摆吼。头前9章51节、13章22节嘛讲即句话吼。所以这是咧提醒吼，讲耶稣即摆行伫一条受难的旅程。路加期待咱用耶稣面临是一个苦难阴影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耶稣沿路所做的代志。所以照这个观点，路加就将这路程相关的记载安排做一个顺序，或者个故事的意义会当显明出来，也会当清楚来表明耶稣的身份，甲伊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当时的人真惊得到麻风病，也非常惊这个麻风病人，因为当时对这个真厉害的传染病一无所知。犹太人为着要保护因整个的社群，所以就对麻风病定真复杂、真详细的规矩。伫这个利未记13章到14章，拢讲到这个麻风病。咱看这个故事有10个麻风病人，咱清楚知影因拢有伫遵守这个规矩，所以因甲因家己自我隔离伫这个社区小庄头的这个社群生活的外面，因甲人保持一个距离。徛伫路口，大声伫嚷，互人知，因为避免人伤过晚棍伊去磕着因，结果就会传染。无传染，嘛共款会互摩西的律法判做无清气。但是摩西的律法伊无规定讲因袂当讨食，所以麻风病遮个人因相时发相时嘛伫讨食。若有过路人出于宗教的慈悲也好，还是人性的怜悯也好，检采会当甲因施舍因淡薄的物件。所以当耶稣行活的时，因感受到耶稣是一个无相像的人，所以因提高因的声调，望会当分寡钱，也是食物。所以就用比平常时搁较悬的声来发，讲耶稣老师啊，林宾馆。
所以应该因拢有捌听过，捌听过耶稣的名声，所以当耶稣一活过来，因就做伙化，用老师来化伊。耶稣是看见因的时，就真实知影，因为染着即个麻风病，迄款的可怜，迄款的互人隔离，甚至耶稣清楚知影，因迄款的心超过因家己。因的祈求有得到耶稣的回应，但是耶稣并毋是互因食面，也是互因救济金。唯一叫因做的事，就是爱因起来去互祭司验。了祭司验的意思，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清气的证明，宣布因无搁再是一个感染这个可怕传染病的人。因为根据利未记的记载，验好，因就会当重新互社群来接纳，会当倒转去社会，倒转去因的家庭。亲像麻风病伫第5章就有捌记载过吼。路加5章12节，迄是第一次耶稣医好一个麻风病人吼。耶稣伸手，甲伊摸，讲：“我肯，互你清气。”迄一摆，即个麻风病人的即个麻风病随时无去，所以耶稣嘛详细讲，着去互祭司验，佮照摩西的规定，为着你有得到清气献祭物，通对众人证明。所以17章即一摆吼，耶稣无妄因。确实伫因一月头离开，要去互祭司验的时，就得到清气。耶稣真实医好因的病，耶稣也怜悯因，因为耶稣看到因真正的欠缺，毋只是食面，也是社会人际关系。耶稣要互因的，其实是比因开嘴要要求的怜悯，搁较深的怜悯。不过咱知，10个麻风病人医好，只有一个倒转来感恩。伊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互犹太人排斥的外人。毕竟撒玛利亚人无属于犹太人，其他9个拢是犹太人，所以一般来讲，咱讲犹太人拢会避免甲因所轻视的即个撒玛利亚人有接触。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真做一个麻风病人，然后搁去甲这个犹太人做伙，处境的确是非常的艰难。不过，咱看到讲这个可怕的麻风病、皮肤病吼，因为因共病，大家相可怜，所以虽然互因甲因的社会相隔绝，竟然也会当互因放下即个宗教也是社会的偏见，互因为上款的痛苦斗阵做伙，暂时无互相的排斥。所以，这个苦难者吼，的确需要有人陪伴。就算是这个青云的同伴，嘛有即款的需要。9个犹太麻风病人，甲一个撒玛利亚的病人，互隔绝伫社会以外，伫即种上界艰难困苦的中间，彼此的分别，敢若无遐尔重要啊！10个人暂时打消因平常即个互相排斥的禁忌，但是互人意外，就是讲机会来的时，就是拄着耶稣，耶稣来医治的时，耶稣代表上帝迄个互人好、新的创造的大气来显现的时，却只有迄个撒玛利亚人倒转来感谢，倒转来找耶稣，归荣光互上帝。当时的文化其实是真强调即个施恩甲受恩的关系。受恩者就爱回报即个施恩者的恩惠。
耶稣无互因即刻得到医治，伊大声指示因讲爱去互祭司验。所以其实吼，迄9个犹太麻风病人，毋是毋知影讲爱感谢，因可能我要互祭司验伫路里安尼一直感谢安尼，一直学乐。本来因只要求物质的施舍，却然即个皮肤病得到改变，所以因真欢喜，因脱离迄个向定罪的捆绑。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一时敢若期待较紧要来互人知吼，煞过头甲即个焦点集中伫即个因家己的身躯得到清气，以及要倒转去社会，袂记得，而且无认出惊神者的救主耶稣。因积极想要藐视因的社会，来证明因的清气，讲阮倒转来了。所以因的感谢上帝，只不过是甲即个当时一寡社会文化的神明共款，因无看见佫较深的一面，就是上帝除了恢复因的清白以外，更加愿意互因来群对主耶稣。互因的生命全然改变，真可惜，因无倒转来找耶稣。甚至9个犹太麻风病人，因拢无注意到，迄个撒玛利亚人已经无甲因斗阵啊。我想无得甲因佫真欢喜，讲哦，即个异类哦，对因来讲已经离开因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一再成做因排斥甲边缘化的青分人。总是上帝借着耶稣开始普世救恩，无分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是外邦人。伊是要互所有的人对罪恶中来得到讨办。可惜，因无认出耶稣即款的身份。假使即9个，互耶稣称起的犹太人会当较敏感，甲即个撒玛利亚人甲倒转来到耶稣的脚前，因会当有一个新的团契，感恩的团契，会当甲即个撒玛利亚人拍伫耶稣的脚前来感恩敬拜，称耶稣做主。有得甲因安尼，因会当甲撒玛利亚人会当彼此接纳、团结，三甲分享上帝普世救恩，超越种族隔离迄款的隔离的迄个成做一个合一的团契。患麻风病人的即个撒玛利亚人，伫离开的半路得到医治了后，伊即刻回头学落拍败伫耶稣。路加安尼记载讲，这人因为安尼感谢回应耶稣的医治，就亲身拄着上帝。伊看见伊家己的福源，上时也看见耶稣是上帝所赐来的救主，毋那尔是一个惊神者医病的先知那尔。因为伊看见上帝的权能，这耶稣已经彰显出来了，因就知耶稣的身份是弥赛亚，是会带来新创造的迄一个，所以伊就倒转来归荣光上帝，感谢耶稣的恩典。10个中间的唯一的一个得到归属，进入上帝国百姓的行列。所以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讲：“你的信救你了。”伊毋是讲因为你的信得到医治，这个信就是伊知影讲爱来起来跟对耶稣行迄条路。咱注意，耶稣讲起来行，其实是在类比起来行往耶路撒冷的路。路加用去行迄字吼，其实是特别的神学意义。亲像伫路加有另外一个作品，就是《使徒行传》，伊咧描写保罗伫大马色的半路途拄着耶稣的时，同款
耶稣甲伊讲：保罗起来，行，入去大马色，得到爱你所做隆重的代志。所以保罗得到救了后，就正做起来行这条路的人，为这条路决心。使徒行传真侪所在拢行，拢讲这条路，这条路，信这个路的人，信这个道的人，这是路加伊特别的用词。所以咱伫看这段故事的时，咱嘛爱细致吼，毋通以为这个故事只是爱咱伫接受祝福、怜悯了后，安尼有礼貌倒转来感谢咱尔。反正咱爱敏感知影这个故事是一种麻风病人去互新创造的能力所接触到的经验。撒玛利亚人伊的麻风病互人医好，上帝要互伊一个新清气的身躯，甲社会、甲家庭恢复新的关系。上帝大气力就借着耶稣所做这款更新的工作开始了。伊甲新创造的国度带到人间，将人的生命换新。所以就不只是麻风病得到医治那尔，是借着医治麻风病，要将迄个救恩来赏赐遐个起来行的人，起来行上耶路撒冷这条路的人。这条路，咱讲是受苦的路，就是甲耶稣同受苦、传扬福音、荣光上帝路的人。过去咱拢知影爱向上帝献上感恩，其实上帝无真正爱咱献啥物具体的礼物来当作祭物回报。颠倒，伊家己变空，赏赐咱对有为的罪中得到投放，互咱的生命得到换新的救恩，互咱才会当时时来用感恩，搁一摆一摆会当来宣告讲，咱是蒙恩的儿女。咱伫经文中看到撒玛利亚人看见耶稣了后，互伊医好，伊倒转来大声求，而且归荣光予上帝。这就是咧承认耶稣是伊的主，献上家己的感谢，交托家己的生命主权，做回报的迄款的感谢。所以耶稣才会叫伊起来行这条路，正做宣扬耶稣拯救福音的人。所以咱的感谢是亲像文化，用嘴讲，用送礼物，也是圣经所启示咱的，就是咱的感恩，是毋是拢无用咱家己的生命来参与？咱的时间、咱的才华、气力，咱所意爱的，包括金钱，包括咱的娱乐，拢是咱看重的。献上咱所看重的，也会当对遮来看出，是毋是咱将咱家己当作活祭来献上？耶稣要求咱的，爱咱所献的，就亲像罗马书12章第1节遐所讲的，讲，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怜悯我劝恁，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更新，明白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咱知 NBA 的职业篮球选手林书豪，以及羽毛球的选手周天成，伊常常即两人常常伫因的谈话中，互人知影讲因的信仰对因的球员生活的重要性。伫逆境的时，上帝是安怎样带因行过稳定的路？所以上耶路撒冷迄条路，
就是咱信仰人生的道路。虽然路呢有受苦，却落尾要得阳光的一条路。毋只会安尼，保罗伫即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才会讲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会晓伫不只是顺境感恩，伫逆境也是感恩的人，因知影通掠条上帝的阳光做重心。所以感恩就会当，互咱体会出上帝的主权，伊捏理一切。每一摆当咱经历一件值得感谢的事，咱就转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拍拜感恩讲：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奴仆，请你继续引带我。弟兄兄弟，当咱咧算数上帝恩典的时，回头咱所行过的路的时，尤其是受苦、蒙恩这条路的，咱就用祈祷来将咱的心献互主，对身体讲主感谢你，伫咱真实的敬拜中间，将家己献互主，讲主，我感谢你。弟兄兄弟，咱会当来试看，甲上帝交换礼物，献你家己互上帝，交换上帝，互你有意义、拯救的人生。原咱就亲像迄个撒玛利亚人，领受恩典，会晓倒转来荣光上帝，起来大声宣扬耶稣。即款的神要来救咱，请咱三角阿头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万人中，你拣选阮成做蒙恩的儿女。伫过去的日子，求你保守看顾阮，相款伫阮艰苦的艰难中，甲阮三角伫地。请你赐开力、勇敢，互阮伫未来。互阮伫咧救恩的恩典下面，时时会当你献上感恩。是伫喙、伫祈祷以外，搁加上献上阮家己的感恩，起来行即条荣光上帝的路。阮安尼祈祷，拢常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搁一摆吟圣诗来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段影片，请咱做伙来看。
若毋是150元以前马街牧师的设立，吴威廉甲孙雅国校长的继续规划，咱即时袂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教会伫即块土地的见证，可能也无共款。若毋是老师愿意认真教示甲影响，就无法度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问题不在听众或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好，所以呢，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神学是先而来的机会，每一摆上课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影响生命的时阵。在实体的，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甚至提醒啊，那这是非常难得的。教育的赖洪专老师，家己捌伫台神受过老师好模范的感动。伊认为耶稣当初就是用生命的教育门徒，通过实际生活的过程引带学生。亲像教务长张志伟老师提醒，用歌罗西书保罗讲的“定君受起责”来面对世代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在基督里，在根基里，在教会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台神8年前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以后，培养牧师、传教者、教会音乐服侍者以及灵性咨商的专业人才，希望成做教会的根基跟力量。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这个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为了后一代就会当是信用根基的起，是梁月梅决定要进入神学教育的原因。伊认为这是上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奉献生命的代志。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我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要回应上帝。我赢我穷我，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神的老师甲主管做伙献诗的决志。因设立教育的目标是敬虔、知识甲宣教，唔但磨练家己甲学生，也是为着台湾的教会。今年度台神的经常费是6925万，要用伫师资的培养、教室甲宿舍的整修、远距教学、奖助学金、甲图书馆的设备甲册。阮需要较侪人的关心，特别是你的关心、带导、甲奉献，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也是支持上帝听台湾互福音伫这个时代会通代代相传，用听来生组织，会通结出较侪这个梦的果实。望伫这块土地讲出福音的故事，宣扬上帝的恩典。过去150多年的台神，有接受呼召的学生，有愿意研究教导的老师，以及侪关心、奉献甲支持。到即马甲未来，因拢会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甲历史。亲爱的兄弟姊妹，毋但是因在写历史，你也是，咱拢是。
侪。好，咱即礼拜三有把迄个设计学院请咱线顶来参加今仔即礼拜咱要看的是四号行传20章17节到38节。好，教会消息的部分第一点，本主日是台湾圣行医奉献主日，圣行医车派夫客牧师到咱本教会来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为着台湾圣行医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我伫遮代表教会来多谢区牧师伫我。咱老牧师前往台中中会中孝路教会张家牧师伫万英华教会来教换讲台，请咱做伙来代祷。第二点，11月26日主日要举行感恩节的礼拜，请每一位姊妹准备心向上帝献上感恩请要伫礼拜中举行团契机构首长的就任，请咱首长一定爱出席，首长的名单请咱看就报。第三点，12月初2下晡6点，这是有哪是圣诞节之前一个重要的代志咱圣诞节的点灯的活动当日除了有点灯以外，还有一寡节目的表演请咱大家拨时间来参加。第4点，12月24是咱圣诞节的联合12礼拜甲圣餐的爱餐的时间咱是联合的礼拜而且咱的时间有小可调动为着要看咱的爱餐会当煞接所以咱会延后半点钟9点30来开始。礼拜结束了后伫对面社区发展中心有即个爱餐的部分要参加爱餐的兄弟有几个方向若有团契咱尽量咱团契的即个所在来缴费来团体购买安尼干事迄个所在会当较会当免处理遐济个别的即个买断的部分若无参加团契，当然咱若是即个办公室用心干事即个所在来统一购买咱原则上来讲一张300块购买的时间是到12月初10因为咱后手要咱厂商家即个较面来订单所以即个数字就爱确定所以咱就是购买到12月初10请咱兄弟做伙来注意即个代志好，另外有即个一寡课程的即个消息理财有道第2期的即个招生上课的时间，跟咱周报无共款咱周报顶悬的时间是有小可有修正有即个改咱报名到即礼拜下礼拜才开始上课是伫礼拜下晡主日的即个下晡2点到4点上课咱用即个小班制安尼大家较会当真正参与着即个课程即个课程爱奉献1500块当摕着一个手册一本即个理财赢家的即个册好专勤的即个学生咱即个课程结束了咱教会补助500块尽量鼓励大家来参加。好另外即个台语查经班的时间是11月1日开始每礼拜2的永暗有哪是伫社区发展中心这由咱牧师甲师母老师做伙来开课欢迎来参加。好介绍的部分我手中有2个来宾的
名单吼，即个是吴立腾，就是咱弟吗？欢迎你来。好，这是严协和弟兄的迄个厝边啊。另外一个是宋慧玲，是当教会会友吼欢迎有哪些想欢迎你会拍谁，有眼不识泰山，是会后咱做伙来交易吼。好各位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临时线请牧师为咱祝祷。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怜悯的大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